关帝殿是东区的信用中心，今年因为举办嘉新年考7条建筑的大典，庙方结合议员蔡小伟，甲伫东区区公所，将建筑的物资捐赠予东区的低收入户，甲伫独居的长者，希望帮助弱势族群会用来过好年。咱的科务处主委，甲咱在座所有咱的士大兄弟吼，大家辛苦啊！今仔伫遮来举办咱的活动吼，当然吼嘛是透过咱关帝殿吼，咱的大家爱心啦吼，所以咱伫个7条基天在石了后吼，咱甲遮的物资来做整理了后，来做今仔的这个发送物资的活动也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小薇在这边也代表立委林俊宪吼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吼。感谢咱社会各界的爱心，和这个社区有充满着温暖的爱伫遮再一次来叫唤咱大家，也预祝大家新的一年有新的更好的开始。议员表示，这届捐赠的物资主要拢是生活必需品，甲着食品，全部由着庙方、建设委员会，甲着善心人士来捐赠。这届捐赠的物资总共1000份，现场包括社会局，甲着东区区长。嘛代表市府来颁证感谢状，感谢议员的配合，甲着庙方的善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